病、瞓、醫院、大窩、清楚、傳染、區、過2日、出院、到底、開始、感冒、發燒、細菌、感染、聽樂、嚴重、發現、及時、醫，冇乜大礙。聽講阿林病咗，瞓緊醫院，乜咁大鑊啊？琴日啱同佢飲完咖啡返嚟，我都唔清楚，只係聽佢阿哥講啫。知唔知佢喺邊間醫院？佢阿哥話喺115醫院度，傳染區121房。聽日有時間過去睇下佢點。阿林點啊？今日好啲未？好咗好多啦，醫生話過2日就可以出院啦。咁真係好。不過你到底得咗乜嘢病？開始係感冒，之後發燒，前日先知道係細菌感染。聽落都好嚴重㗎。係㗎，但發現得早，醫得及時，而家冇乜大礙。呢啲係牛奶、餅、營養品，對身體康復好有幫助。多謝晒，你真係有心。今日唔使返工咩？要㗎，不過知道你病咗，同埋見冇乜重要嘢做，咪過嚟睇下你咯。其實你唔使專登嚟睇我聽日都出院咯。唔緊要啦，過嚟同你傾下偈，冇咁悶啱嘛。有你咁嘅朋友，我真係好安慰。有病要早啲睇醫生，千祈唔好諗住忍下就冇事，又或者怕麻煩，隨便自己買啲藥食算數。唔好講乜頭暈身㷫嘅嘢都可大可小㗎。冇事就冇事，一有喜事上嚟先睇醫生，只怕嚟唔切。